多谢议庭来讲大社的消息，高雄大社昨呢发生一个国小6年的查甫囡仔骑脚踏车，好一单呢客货车去弄掉，这个脚踏车这个枪花插入正边的车顶内，致使这个囡仔受伤，断2支镜头啊。警方表示讲，这台货车的驾驶是啉酒赛车，各违规。 货车驶真紧过来，直接弄到被倒歪的脚踏车，骑士摔伫涂骹高冰一人，赶紧爬起来，走去路边。我拖你行。另外一段画面，弄到了后，货车直接甲脚踏车拖咧行，因为脚踏车的龙头插伫咧车顶内底。现场脚踏车的头前链是变形，货车的零件嘛四个拢是。轰弄到的骑士是6年的学生，手是当场老血流滴。 当地的民众现在帮忙在找小朋友的2只手指头。断2只嘛，对2只我唔知啊，我知左手还是右手？我无这样讲，就这2个到帮忙，到找镜头啊。代志发生伫咧高雄大社的大社国小头前，15下晡5点左右，当时囡仔甲朋友小酒转去学校拍球，想袂到煞伫咧学校头前出车祸。机的声。赶快撞到，孩子要去学校啊，这个从旁边经过。 驾驶是伊44岁单身查甫人，伫咧现场小可唔知影要安怎。驾驶承揽送医实施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值，自小货车驾驶承揽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。 脚踏车骑士承揽转弯未依规定导致肇事。警方初判双方拢有违规的情形，不过客车的驾驶食烧酒了后塞车，事后用公共危险罪上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